宏基地產集團創辦人，人稱四叔嘅李兆基，於2025年3月17號黃昏與世長辭，享年97歲。四叔作為香港數一數二嘅富豪，曾登上福布斯雜誌全球富豪榜第4位，目前全球排名第60位，家產300億美元。四叔喺事業上嘅能力地位，香港人都應該聽過佢啲威水史。大仔李嘉誠同千億新抱徐子淇嘅新聞，亦都係大眾津津樂道嘅話題。呢類大家都知嘅嘢，我唔講太多。喺度特別想分享一下四叔嘅處世之道。四叔對兩個仔李嘉誠同李家傑教導有方，家訓嘅其中一句係：凡事不可忘本，飲水而不思源，後果堪虞。換句話講，做人要懂得感恩，懂得感恩嘅人，人緣就會好，貴人就會多，財運都會好。四叔就係一個好好嘅榜樣，感恩身邊嘅好人好事，揾到錢，同時都會適當咁捐錢做慈善，回饋社會。你最欣賞四叔邊啲美德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關注我，學兵法，包人包數。